是11点台记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11点上新的消息。这是威斯特丹号游船有一个美国的旅客确定挖到中国武汉肺炎，因为这只游船捌伫咧新历2月初4挖靠咱高雄港，到旅客落船观光旅游。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即卖已经掌握到215个捌接触过的人，另外还有因捌去过风景所在，内底到高雄9号码头、金蕉码头、台南安平古堡，也有基美博物馆、垦丁在内，高雄市卫生局今有上新的回应。包括中央这边的一个统计，在所谓的港部里面的工作人员，包括港务分公司跟 CIQS 相关的工作人员，总共有，以及我们的计程车驾驶跟我们的这个大巴士的公车的一个驾驶，总共有215位的一个名单，目前中央掌控当中。那这些名单，中央会持续用健康监测的方式去了解他们的过去14天接触之后，可能的接触之后14天有没有相关的这些身体的状况，而有就医的相关的情形，那持续在监控当中。那如果我们说从2月4号加14天来讲，到2月18号，也就是到明天的一个情况，是持续在做一个健康监测。那据我们的一个车行的一个回报的资料，它在我们的高雄跟邻近的这个县市有相关的包车比如说计程车去做一个附近景点的一个游玩的一个参访。那据我这边手边的资料，也跟大家再次的一个说明，在高雄的部分，除了佛光山、高雄美术馆，还有我们的9号码头之外，莲池潭以及这个西子湾这些是我们高雄地区的相关的一个景点。另外，在台南这边有包括奇美博物馆、台南的安平古堡的一个游玩，还有赤坎楼。那在屏东部分也到达到垦丁的一个情况，这些都是我们根据我们的交通局这边车行的一个计程车车行的一个联系所得到的讯息。那我们中央这边持续健康监测当中，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联系的过程，我们也了解到中央正努力的去了解说，在这个威斯特丹号停靠这个柬埔寨之后，那经由这个美国籍的这样的一个妇女她后来到了那个马来西亚，在2月15号被确诊之后的相关这样的一个确诊个案的一个旅游史。我们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透过管道持续在联系当中。那主要的话，到底目前这个确诊个案在2月4号的这一段停留高雄港的期间，到底有没有到相关的景点去玩？其实目前的资料是还没有办法掌握到。那后续我们会等待中央如果有进一步的相关的这些资讯，提供我们高雄市政府团队这边，我们会配合相关的中央的指示，我们会进一步的去一起来做这个防疫的一个作为。咱台湾出现头一个中国武汉肺炎死亡的病例，死者伊无出国去旅游，嘛无含人直接甲间接。但市中本地讲，这个算是社区感染，希望会当调监视器通联的记录，找到讲到底是什么人为何死者。落尾昨暗10点钟，伊佫出来背话，讲这是社区内滥散的案例，社区人挖人的可能性较低。伊讲社区内挖来挖去有4个标准，即嘛敢若符合头一个，后壁3个拢无符合，会当讲是有经过的消息，嘛要提醒大家更加注意。台湾出现头一个中国武汉肺炎死亡的病例，大家更加爱提高警觉，防疫级数敢爱提悬。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下早参加活动，针对着防疫相关的议题有详细的回应。我们这种西医的比较没有忌讳这个，不过是这样的，我们都一样嘛。民俗活动就有民俗该做我们会做嘛。那像怎么看？现在就是台湾出现武汉肺炎死亡的第1例，那现在就是卫福部那边是说，它只是社区感染了零星个案，现在还不到社区传播的地步。你怎么看卫福部这样的说法？第一点这个 case 是不是一定是社区感染也不一定了，因为他还是有载过陆客嘛，所以这个还要再确定第一点。第二点其实社区感染也分很多种，有那种零星案例的，还是说它已经到群聚，还是到整个已经散开了，还是有分不同的程度了。所以，其实社区感染也有程度的不同，所以我倒觉得按照不同的程度去制定不同的应对方案。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讲社区感染我认为迟早会发生，所以这个不要先说台湾一定不会社区感染，我倒认为是一定会发生。然后重点是，如果就算发生，我们让它维持在零星的案例这种程度，这是上策。那所以
只要它不是那种整个像武汉那种失控的局面，你知道吗？都大概政府的处理目标是那样。那你觉得现阶段已经有需要戴口罩了？我跟你讲哦，像我坐公车我戴的，其实老实讲戴的我是礼貌，你知道，因为那个你不戴，人家觉得你好像怪，所以这样的哦，有时候坐捷运啊、坐公车啊，戴口罩是一种礼貌，那至于说要不要戴哦，还是一样的哦。人多密闭不特定，这我的原则是这样，所以我在办公室就不戴。像你们这些应该比较熟识，你知道哦。而且我相信你们都很有良心的嘛，意思就是说你不会感冒还故意来上班，你知道哦。可是有时候没有。一般来说呢？一般来说就是这样嘛，人多不特定、密闭，这个我还是会戴。可是像政府他们就宣导搭大众运输工具不需要戴口罩，可是像这一位他是计程车司机。对啊，所以是这样的啊。这个是这样的，风险有高低的，就看你的态度。如果还没有，我当时会戴是因为不晓得说，这个倒立多少台上回来，那倒立危险度多少，所以我还不太确定。那这一段时间我比较没有戴，是因为我知道到现在为止没有很明显的社区感染。好，就算昨天有一例，它只是一个很零星的，而且它也不是在台北市嘛，所以，但是这个就是一种风险程度的判断嘛，你觉得有危险就戴，那你觉得不是那么高就不要戴。我认为这个病毒很有可能，如果随着疾病的发展，有可能它会变成流感化。那如果到流感化的时候也是这样，很多人得我们就戴，比较少的时候就不戴。有可能工程师是不会开拔2次元吗？对啊，我态度是这样的哦，叫你乖乖在家，你就要给我乖乖在家。先用劝导的不行就开始花钱了，1万、6万、7万开始，再不行就真的要霹雳手段了。所以原则上是这样的，已经花到7万块的我看你大家还是遵守规则。市长未来会考虑封城式管理吗？如果社区感染爆发的话，有可能会考虑封城式管理吗？这个我们早上晨会有讨论的，就是这样。如果是零星 case 就零星 case， 就按照目前处理方式。如果是那种叫群聚比方一家好几个，我还是主张我们叫 evacuation， 就是把那个移出来，而不是把那个区封起来，因为这样成本会比较低。但是你说搞到像武汉那种封城我跟你讲以目前台湾的医疗能力，应该不会到那个程度。如果到那个程度，那就真的是失控了。但是我觉得以目前台湾的医疗能力，不会，理论上应该是。我也相信我自己医界出身的，我相信台湾的医疗能力，特别是有防备的状态下，应该是不会到那种是要大规模封城的程度。会不会到时候25号就要开学了，那礼拜3是要开会，现在会有变数吗？不，我们还是要开会的，因为是这样，因为是这样，我们只要一上线上去有没有我们大概国小、国中、高中22万嘛，连幼稚园上去可能会到28万，所以。28万的这种每天这样聚集，这到底要怎么处理？我们还是要科学问题科学解决，我们还是要想一下要怎么辩护。那新北市的纾困，新北市的纾困啊，新北市纾困说他不等中央了，那台北市这边是不是还是要等中央确定出来才会有？这个是这样的纾困是这样，那分短中长期。很多人在问我说，这个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我的答案是这样的，这个疫情还没开始的。因为我们说只有一些零星案例嘛，还没有到那种这种大规模社区感染，所以我倒觉得我们真正的考验都还没开始所以是这样。关于纾困是这样的分短中长期。如果是那种中长期的我们会按照当年 SARS 的版本我们已经都报告好，都准备好了。那今天下午到他们专案会结束以后，应该会有个记者会说明说，台北市对中长期的纾困计划预计要怎么做，但是这个还是要在中央的基础上会再做调整。我们是会先公布一个版本，然后会按照中央到时候，因为他给多少钱也不确定嘛，那到时候中央公布的时候，我们用这个版本再做上下调整，所以下午会公布。另外一个我们会公布那个电话号码，就是说那种专线，就是说中长期的我们会公布如果是短期的，你马上就有营运上困难，我们另外一个短期的紧急处理计划，所以会
今天下午会公布台北市在这个疫情的纾困办法。像怎么看就是总统，那怎么看那个私烟案？前总统府侍卫长他现在回任国防部的参事，怎么看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你刚刚认为说那个高峰大概什么时候会出现？我跟你讲，疫情其实我们还在密切，疫情是这样的哦，科学问题科学解决，好吧？等帮我回答完，对图。总统府那个是这样的，我倒觉得这样。不要去处理，我的个人是我主张不要去处理个案的，因为它整个私烟案，它的真正的问题有没有结构上问题要去解决，抓一个人干什么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还是制度面的问题，制度去解决嘛。我不认为说2万多条香烟是一个人的责任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应该去处理制度，个人是没意见。至于说疫情高峰，这个我要知道，我就去当算命的啊。台北市已经规划好隔离。同款嘛是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咱台湾出现头一个中国武汉肺炎死亡的病例，伊到底是为倒位互人画到，甲单抑阁唔知影，可能是伫社区内画到。另外，日本上新的研究结果判断讲新型冠状病毒画到了后，平均测3-4天镜头就会夹起来，抑阁有进一步的推论，讲超过一半的案例画人的时拢是无啥镜头，影响力到底有偌尔大？对疫情的影响又阁是安怎？继续要来听台大病院小儿部主任立民上新的说明。他已经算社区感染了。他现在虽然怀疑说他可能开车的时候碰到一些中港澳的客人，可是这其实还没有被证实哦，所以到底谁感染他了，现在是不明确。而且他也感染他家里的人啊。另外，那个感染他的人是谁不知道，那个感染他的人到底走到哪些地方，现在也不清楚。哦，所以目前台湾应该算是有社区感染，只是他这可能还在社区感染的最外围，也就是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还没有打破我们的保护网。说不定就是一个很小的偶发事件，就1-2个人被感染，哦，可是我们也不能排除说你疫调下去呢，就发现其实别的地方陆陆续续也有人被感染，所以这个目前言之过早。不过目前是可以把它当作社区感染的。那你说我们扩大我们把检疫范围扩大，这一招有没有用？把这个网变小，这样有没有可能？其实已经扩大了，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就扩大，所以才把这个人抓出来的嘛。就是回头去看以前留下来的简体，有肺炎的人，而且找不到解释的人，就把他做看是不是新冠病毒，就找到这个病人。结果一调查发现他又感染1个人了啊！所以目前因为我们的边境做得还不错，可是我们的邻近国家的社区感染层出不穷。那从日本的经验我们也知道，有些时候这些社区感染不是你预想那样子，所以必须要扩大筛检网。那国内已经开始扩大筛检网，所以才筛出这个病人。那国内有社区感染，其实也不是非常令人意外啦，因为这个病毒是非常难防的。那像出现这样的状况，医护这边有没有需要做什么准备？其实医护本来就是用一句话，就是医护本来就是高标准在准备，就是我们在看病的时候是假设每一个人都有传染性，因为病有很多种啊，你有新冠，你可能有流感啊。可能有麻疹啊，很多我们邻近国家，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传染病存在的。然后我们在面对病人的时候，本来就是要防范所有可能性，那这些可能性呢，要能够阻止目前大部分知道的一些病毒感染或者细菌感染，所以医护人员就是务必要落实目前的感染管制措施。那跟病人问诊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旅游史问清楚，而且第一件事情就要问这件事情。旅游跟接触史，然后才能最大程度保护这个医院这个环境是干净的。我觉得卫福部这边要赶快公布这个死亡个案他的生活环境。我想他是在做疫调啦，他做完疫调，他总要确定了他才能公布。那公布的好处就是说提高可能因为现在问题是谁感染给他的啦，那个人还有接触到谁，那些人必须要小心一点。那甚至可能搞不好有人都去看医院了，那你就必须回头去检查是不是有感染的可能性哈。所以卫福部会不会公布？我想等他们疫调之后就应该就知道了。像这样子有慢性病会他的死亡率比较高吗？对啊，慢性病的人抵抗力都不好，病毒都容易繁殖的比较旺盛，然后对肺部的伤害也比较大，所以这种年纪大的啦、慢性病啊、抽烟的啦、免疫力比较差的都是高危险群。扩大检疫前的漏网之鱼，是我们现在会比较担心的传播者。没错，可是这个病毒因为
轻症跟无症状的人真的是不少。你要完全把它抓到哈，那以目前的医疗科技来讲是非常困难的。像出现这样子，就是都没有症状，然后都确诊，会不会是一个警讯？没错，这就是一个警讯啊。所以你必须要布很多道防线，你不能说我把我的堡都压在边境管制，我还必须要在社区有个很强的防护网。然后社区防护网之后呢，我在医院要有第3层的防护网，不能让院内产生院内感染，然后也不能让医护人员被感染到哦。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呢，就会对整个体系造成很大的信心打击。好，咱继续来关心防武汉肺炎的疫情，大家拢有责任。到一个细汉的查某人伫高雄人民社社团破文，讲伊开15万，找一个细棒的查甫斗3工，为武汉偷渡转来到台湾。伊还有伊赖 ID 消息一传出来，一寡民众大家拢足紧张。高雄市卫生局嘛赶紧报警察，进一步来调查。事后，这个细棒的查甫讲和对方根本就无熟悉，伊嘛讲要提告，即嘛电信警察等咧调查。一个姓洪的查某朋友伫高雄人民社社团抛偷渡的文章出来，讲家己开15万为武汉偷渡转来台湾，互民众拢真惊吓。阮遮从来拢毋捌，我一遮做30几年，我拢毋捌有这个代志发生。15万哪有可能会当偷渡过来？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应该爱发的，这是后白报啊。报这无确实的代志，后白扰乱大家的心肝。消息传出来，伫江边做工课的民众真生气，讲哪有可能？毋过姓洪的查某网友伫网络顶会讲，家己半年前去武汉食头路，结果拄着武汉肺炎的疫情封城，无法度转来，尾也靠一个姓房的查甫人斗3共偷渡，开15万才总算转来台湾。佮讲家己嘛惊着啊，绝对袂佮去武汉食头路啊！上尾佮付姓房的查甫人的赖 ID， 叫伊佮伫武汉的台商找伊斗3工，遮尔合的代志，互高雄的卫生局气甲讲一定要查。如果是真的话，他违反了《传染病防治法》第43条有关虚伪规避妨碍，那还有偷渡等等的这些法则，那这个问题比较大。如果是假的话，至少有散布不实谣言，依《传染病防治法》大概可以处以50万以下的罚款。那卫生局要找人，咱的 ID 互人抛出来的姓房的查甫人嘛发冤枉，讲伊根本就无熟悉对方，要去法院甲告。啊，电信警察嘛透过人民册资料去查某人讲伊上班的科技公司去查，结果煞找无这个员工，互警方怀疑这真有可能是用假名来诈骗的。目前已经发函互人民册公司调看发文的人的身份，要甲代志查核清楚。记者综合报道。要对抗中国武汉肺炎疫情，中国有真侪省拢用到一寡高科技的设备，伫咧防疫救灾。像讲现此时上届先进的5G 智能机器人，伫咧机场也有车站，拢发挥重要的功能。另外，阁有无人机伫半空中喷消毒药水，嘛会当杀死病毒。这款高科技的设备嘛，变作防疫的大功臣。请问银行38.7。上新的5G 云端智能机器人会当检查人有发烧无，侦查敢若伫0.3度以内。佩戴防口罩，勤洗手。伊阁会当伫机场车头遮人济所在，代替警察甲医护人员做疫情的宣传甲防护。先把我们要配送的订单装到我们这个24个货箱里面，根据它的一个合理的尺寸先装箱，装箱之后，然后我们在上面设定线路。中国各地封省封城，严格管制人甲车出入，互无人驾驶上会车变价最受欢迎的。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环境下，无人接触这个方式非常好，就是说快递小哥也保护了，收货人也保护了。避免人甲人直接接触，无人车甲无人机器对防疫拢就有帮助呢。这个叫做4旋翼无人机啊，这个是药箱，这每个旋翼下面的话，它都会有4个喷头。一台监控的无人机器配合另外一台喷消毒水的无人机器，伫天顶完成社区防疫消毒的工作，对抗武汉肺炎高科技的设备功劳真大。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武汉肺炎疫情，中国的学界研究讲，武汉肺炎的病毒真有可能是密保活人的。中国学者最近就发表报告讲，武汉市镜头预防控制中心真有可能就是病毒的源头。中心北纬乌北也有浙江抓密保来研究，内底研究人员一个无细致互密保加掉，也毋过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大型看挂保证，讲内底绝对无人去挖到中国武汉肺炎。蝙蝠是最有可能携带新冠病毒的源头。
武汉肺炎的疫情爆发以来，病毒的源头已经得要找到啊。南华理工大学的学者最新的发表讲，离南华海产市场无到300公尺的武汉疾控中心，长期以来有掌控超过600只的密婆，通予研究人员做病毒样本的收集。慢慢有研究人员伊伫咧取样过程内底去互密婆加掉。不过疾控中心的研究员强调讲，伫咧因中心内底无人感染到武汉肺炎。因为你发现病毒的过程，也是最容易被病毒感染的过程。更较强拄呛的是，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伫进前有指示讲，要紧来策动生物安全法，甲生物安全的管理甲纳入去国家的体系内底。大陆的科技部伫较早末公告讲，要求主管部门来加强对这个实验室的病毒管理，安尼嘛亲像来证实到疫情的这个源头所在。非常时期就不握手了。新历2月7日出现伫北京来巡疫情，不过大陆官方的媒体讲，习近平伫新历的正月7日就知影讲疫情真严重，佮亲身下令要来严格管控。外界咧分析讲，这是咧替大陆的头人来卸责任，用这个中央早就有指令来甲地方官员问讲，因到底是安怎做的，想讲要来分化百姓的烽火。就他陈白杨啦。即马大陆的疫情还佫长咧拖。不过，煞有人安尼脚踏马驶的饭赶去。伫个湖北有一个退休的副厅长，因规口罩3个人拢确定得武汉肺炎，不过因拢坚持唔去病院。因的理由是讲，病院无迄落厅级的单人病房，还佫拒绝坐救护车，要求着要派专车来甲接。另外，伫个湖北荆州，嘛有一个官二员的，伫咧全省拢封路的情况下，佫有法度靠因老爸派车，甲伊对外地甲接转来荆州。网友表示讲，这个囡仔老爸患世。在以色荆州，在中国境外确诊的病例 Confirmed cases outside China account for less than 1% of the world's total. 这个礼拜四伫德国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大陆外长王毅，伊唔但无甲国际会失礼，还佫咧呛声讲，中国人用家己的牺牲得到国际的尊重，也若中国嘛会拍断手骨颠倒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拖，全世界算算的拢总68000个人去挖着，其中互人上界烦恼就是超级高挖人的人，像讲英国第3个确定的病例上少挖互11个人，另外日本有一个稳将挖互身躯边拢总有10个人。台湾专家提醒讲，挖到武汉肺炎的人愈侪，愈高挖人的人就会愈严重，平均100个患者有1-2个一届上少挖互10个人。伫咧日本的东京，有一个70外岁的客丁车运将，伊伫咧13来确定着武汉肺炎，捌甲伊接触捌搭过的人，嘛拢刷咧去互画着，还佫有伊的丈母，嘛伫咧着病过身了后，确定伫咧进前，伊是一个这个武汉肺炎的传染者，而且无长无当就已经甲病毒甲挖互10个人。日本即摆疫情当咧压悬，亲像这个客丁车运将同款的超级传染者，恐惊是会愈来愈侪。另外伫咧英国嘛有一个中年的查甫人。嘛，伫咧21天内去挖到11个人对伊得病。如果用常态分布的话呢，100个里面总有几个是病毒量高的。那这些人在一个适当的环境之下，都有可能成为超级传播者。中老年，然后抵抗力比较差，是最可能的超级传播者的候选人。若是以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小位率来看，这个数字量期约是伫个2至3之间，也就是讲，一个带病毒起伫的人，平均测会当挖互2-3个人。也若迄个超级的传染者，因为伊体内病毒的量真悬，上少会当挖互10个人以上。一般来讲，这款人毋是因为体质特殊，一般拢是免疫力较歹的老岁仔人。因为新型的冠状病毒，伊较爱踮伫个半老的人的细菌细胞内底。超级传播者最担心的是进入医院了。进入医院，如果感染控制措施做得不好，就会造成医院的院内感染。目前，如果周边国家的疫情没有办法得到控制，然后来往还是很频繁的话呢，对我们就一直是很大的威胁。强调目前的防疫，伊上重要的关键就是伫个病院，还佫爱甲国家的边境甲保护条。武汉肺炎的疫情一直咧拖，那伫个边的国家嘛，就有可能来成做威胁。民众都要较张持个人的卫生管事，照实来通报，照规定来隔离，安尼才会当甲防疫的工作做甲较点。记者综合报道。
社会消息，要来关心新北市邦桥新历16暗时8点钟，一个查甫骑奥多摆抢富人人的皮包啊，抢到1万块，随后警察来甲伊查落问话，佮含警察起脚动手，上尾做伊走去。伫一间公寓4楼，互警察找到，伊耍举刀啊，拄家己阿妈棍，当场流血流地。现场详细情形，赶紧联络记者陈道仪来查咱了解。道仪。是的，主播各位观众，带您关心这一起抢劫自残的案件。画面中可以看到几名员警将一名男子从公寓的4楼抬了出来。这一名男子就是骑车抢走富人1万元的嫌犯。可以看到他的颈部有很深的伤口，身体也被鲜血染红。这一起事件就发生在新北市板桥区16号晚间8点多。这名男子骑车抢走一名富人的包包，得手1万元，随后就逃跑了。没过多久就遇到警方盘查。男子疑似是心虚，与警方发生扭打，再度逃跑。途中还企图抢劫一辆黄牌重机，所幸没有得手。来听到稍早车主的访问。那我车子还没有熄火，要架起来之后，他就抢夺我摩托车了。警方表示，嫌犯落跑后可能是对附近的地形相当的了解，就跑到小巷子里头躲藏。最后在一栋公寓的4楼发现他，警方上前抓人，没想到男子就拿刀自残，猛刺自己颈部2刀，当场鲜血直流。目前已经送医抢救，还没脱离险境。确切的犯案动机，警方还要进一步调查。以上是为掌握到最新情形，主播。多谢道仪。另外来看到高雄这个贼仔甲天公照打，连续2摆去控一间夹半仔鸡店偷摕机台内底蓝山钱，互店头打起誓要掠伊。结果这个嫌疑犯无咧惊，第2摆搁再来偷摕，看到告示牌，搁再掠告示牌，金看，这摆直接互人掠起来。详细情形继续联络记者蔡婉如来查咱了解。婉如。好主播穿着黑色上衣、戴黑色帽子的男子走进娃娃店之后，就在店里绕来绕去，把所有的机台巡过一遍，接着选定1台，就见到他蹲下来，不是要投币夹娃娃，而是用特殊的钥匙打开底下的零钱柜，就这么把机台里的零钱全部偷走。男子毫不客气，偷走机台里的零钱，而且一连偷了好几台。娃娃机台的这个台主看到监视器的画面，简直气炸了，因为这名窃嫌已经2度上门来偷钱。那边徘徊，然后走监视器在画面看到他。啊，你哪看得出来是一样？因为那个特征跟照片上的特征都一样。之所以确定这名男子就是嫌犯，因为10号的时候，这名男子已经上门偷过1次。当时店家把悬赏抓贼的告示贴在店里，没有想到这名男子还敢2度上门。夸张的是，第2度上门时，发现自己的照片被贴出来，悬赏气胸，还一度站着观望，似乎没有再怕被认出来，但也不知道自己早就被锁定。一共得手10多万元，让店家血本无归，但做坏事终究被逮。进了警局。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消息，时间先还给棚内主播。多谢婉如，同款嘛是夹半仔鸡店钓贼偷，花莲建安乡一个不三时咧做菜的贼仔，即届连续偷摕5间夹半仔鸡店。为了维护警报器的单，即个嫌疑犯先伫咧店内乱扫，了解市价环境了后，随爬去咧换钱机，甲信号线插断，搁再摕锁匙开锁，偷摕现金。短短5天内，店头拢总损失13000多块。锁匙店的头家讲，即个嫌疑犯可能是用万能的锁匙，会当讲功夫真老。即马警察已经沿路调监视器电杆的画面，要用上紧的速度甲伊抓起来。治安全无碍查甫人伫夹半仔机头前行来行去，看起来真可疑。伊四界拢看过了后，就爬去咧换钱的机器顶诶，甲信号线插断，互保全的警报器袂单，煞落甲锁拍开偷摕钱，尾啊离开现场。这个人就是专门咧偷摕夹半仔机店的贼仔。先看手头，然后后来就趴下去看地板的线路。就是拔那个无线讯号的嘛，可能想要测试保全吧，所以先去解保全的线路啊。花莲嘅安乡为这个月初10开始，第一场亚半仔机店的换钱的机器调查偷的案件发生。今年这迄天，更加是1点钟内就4间店调查偷，过程全部拢录落来。贼仔偷摕到13000多块，头家看过画面了后，认为犯法的手法真正是专业的人做的。隔壁的邻居觉得很吵，然后打电话给我。对，我想说我过来看一下，他过来看我的对币机，就觉得怎么它会显示没有钱，他偷完以后他还帮你复原。嫌犯锁定附近的亚半仔机店犯案，实际去开锁店，头家讲嫌犯用的可能是万用锁匙，所以伊才会当这么简单就把锁拍开。准备太多钥匙会觉得蛮麻烦的，可能他们需要一支钥匙就好管理，可以开全部。
因为窃嫌都在深夜作案，警方特别请业者能够每日清点机台内的现金，并注意防窃。目前警方会调看监视器顺线抓人，会赶紧甲嫌犯抓起来。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政治消息来关心，去年总统府特勤发生牵涉到走私粉的案件，其中国安局局长裴胜德，也有前总统府侍卫长张捷拢请辞。张捷调去做陆军司令部的委员，一年来若是无派薪资，就要退伍。不过军方已经证实讲，已经调去国防部做参事。这项人事案件，互人认为讲张捷有可能搁一届互政府动用。上新的消息，赶紧连线记者肖炳仪来带咱了解。炳仪。好主观众呢，前总统府侍卫长张捷在去年爆发私议案当中呢，随即请辞，而且调任陆军司令部的委员，并且记得一大过跟两小过。但是如果今年当中没有新的职务，就必须要在7月的时候退伍。不过呢，根据了解，现在目前张捷已经在2月1号调任国防部的参事，而这样子的一个人事异动呢，是不是代表张捷有了翻身机会，也引起了军中关注？那么是不是也重新成为一个人事活棋哦？好，那么根据了解哦，军方认为张捷当时呢，自请调职，只是负起督导之责，而这个总统府侍卫长这样的一个职务哦，在这个整个指挥体系上面呢，并没有经费的核释权。那么也因此呢，张捷在案发的爆发第一时间呢，负全责请辞离任，而并且遭到惩处。那么现在如今现在检调也证明他的清白，因此检讨回任。那么张捷是在去年7月的时候调任陆军司令部委员，现在转调国防部参事。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今年7月，原本必须被迫退伍，但是呢，参事可以兼任军中职务，因此呢，不会在7月就一定要退伍。好，那么这项的人事案也引起关注。以上目前现场最新，再把时间交换棚内。多谢炳仪。另外，为立法院团队的上新的消息，继续来关心咱驻日本代表谢中庭。昨日在人面册铺文，针对到日泉州公主阁隔离的台湾旅客，伊讲希望因回来到台湾以后，免搁再隔离。外交部无偌久，赶紧发声明稿背过。谢中庭的文章内容和疫情指挥中心无共调。谢中庭本地按算讲，今仔日下午要开记者会说明，临时临夜取消去。国民党也有民进党立法委员针对这件代志，有上新的回应。详细情形，赶紧连线记者叶婷来带咱了解。叶婷。针对钻石公主号台湾的旅客想要返台的安排呢，驻日代表谢长廷呢是说，在脸书上是表示，这些旅客回到台湾之后呢，其实没有必要再做隔离。不过这段话呢，却让网友质疑说，其实可能会成为防疫的破口。而针对这件事呢，外交部也致歉，国民党立委呢则认为部会之间自己打脸自己，部会不协调了。当谢长廷代表要发表这样的言论的时候，也许他有跟外交部讨论过，但是一定没有跟防疫中心讨论过了，哦，否则不会政府自己打自己的脸嘛。所以显然就是部会协调，整个防疫指挥中心没有完全掌控，没有办法完全掌控跟协调各部会所产生的问题。谢大使是一个令人敬重的前辈，他当然可以对他有很多意见的发布。不过在疫情的方面，我认为还是遵照疫情指挥中心的专家意见，这会是最好的讯息。蓝委说呢，防疫当前应该把工作做好，如果发生部会不协调的状况，也应该立即检讨。以上是记者掌握了情形，先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叶婷，其他消息继续要来关心中华办爱心关怀活动，大家拢来到收听。因为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真严重，会库的货可能无够用。花大乡同济会联合到公所，也有在地人办关怀送鸭肉的活动，拢总传200只红面鸭母要送给关怀民众。便若是关怀关250cc，就会爱摕到几只鸭；啊，若是关500cc的人，佮再加鸭送1包糙米。这届关怀人更较侪。货车司机无用咧落货，一箱一箱拢甲摊起来，拢总有25箱。这内底是底啥咧？哦，这拢中华在地哦。对。你无看唔对，规只冷冻的炸番鸭，一只2公斤重，一箱有8只，拢总200只，要送给关怀的民众。这个活动对9点半开始，有民众8点外过来排队啊。发生的关偌济？哦，500。5包上下。500送
一只鸭哥，一包米。啊，我8点半来排啦。上鸭无重要。那个不重要啦。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规台湾的货库拢咧欠货。为着要鼓励民众出来捐货，花坛乡国际同济会举办捐货活动，若是来捐货，这番鸭就会当规只甲炸转厝。2.5就是土番鸭一只，搁一包米香。那500搁加一包米安尼，土番鸭一只大概炒伫300块左右，米一包吼差不多伫150块，咱米香我们帮炒50块安尼，因讲捐500送500啦。甲算看卖，捐250cc 的货，得到的礼品伊的市价差不多是35，若捐500cc 有500块。另外，中华复兴的东区扶轮社，伫个即个月23，共款要举办捐货，伊送的物件是喙瓮，若是捐500cc，就会当免费来摕到2盒的喙瓮。即马鼓励民众行出来捐货，有送喙瓮，嘛有送这番鸭，送的物件真新旧，卖使讲是愈来愈大出手咯。记者综合报道。一方面，咱来关心中国武汉肺炎上新的疫情消息；一方面，继续要来关心即卖疫情歹收煞，一寡产业拢有安尼算断着。最近布料行的业者业绩煞细面长好，原因就是因为喙癌限量的政策，一寡人开始家己动手来做喙癌，家己 DIY， 设计拢总有2元，中会当开一个坑，就会当甲一般外口的喙癌钱入去内底。外口喙癌因为会用较久，其中面的材质因为较透气，挂起来袂感觉濕濕，大家上介意。车保工作室却因为这波疫情，注文喙癌的订单一日加真济，一个人平均测一天都要赶60个喙癌。这种卖250，一码250。紧来紧去，为囡仔来咧进步，要做布的喙癌袋啊，延长外科喙癌使用的时间。就算台北市永乐市场礼拜日休市，有开的店家无济，但也是有真济民众来伫找布样。他学校上课都要戴口罩，然后我想说，有口罩套的话，会一个口罩可以使用的期限，可能就譬如说2天。口罩就是不够，而且比较可爱。开始要做，所以才买布，2层以上啦，全棉都可以。浓的它会闷在脸上，有的会过敏会痒。头家建议一寡较通风顺棉的布料上适合来做喙癌。随着疫情升温，喙癌无够用的情形，布市的业绩颠倒来成长，带叮当车衫的工作室订单嘛大来增加。量最多的时候，大概50-60个。上侪人订做的都是这2款，头一款外表甲一般的喙癌同款，是镶钻的设计，中有开一个孔，就会当甲外口的喙癌放入去。那另外一款较简单，适合新手家己来 DIY， 先加出71公分乘16.5公分的布，对凹以后，双边搁爱留3个凹痕，方便扭开的时阵会当将片仔甲下海来砍掉，嘛会当利用熨斗来将这个凹痕熨较深咧，2边再搁车起来就完成啊。安尼唔但会当延长喙癌的使用，古锥的花样嘛成做是另类的新款。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疫情嘛，影响到大学开学时间拢延后，4颗位啊租厝的市场加减也拢算断着。像讲卖厝中人就上新统计资料，看到台中7间大学4颗位啊要租人的房间，拢总算的有8000外间。因为烦恼厝租袂得出去，就厝主拢落价要租人。某人讲学生囡仔租厝是算一年一年，唔是算学期。休寒本来就是大小月，烦恼讲疫情万不利，若是继续拖落去，含外国学生嘛暂时袂当来到台湾，租厝的起草可能就会较排斥。无论是露台、南关，或者是人行道顶管，四界拢会当看到套房出租的广告。这是有名的一中商圈，边仔就是台中科大甲台湾体大。这回受到肺炎疫情的影响，拢延后开学，连带影响当地租厝的情形，甚至传出有厝主急加来降厝租。这次疫情应该如果针对租屋市场的话，只是一些递延的效应而已。一般的屋主觉得说能早1个月。所以我觉得我降幅一点点 OK。根据有名的房仲业者统计，目前台中有7间大学，差不多1公里以内，单要租的厝数量就有8169间，其中有188间因为厝主真烦恼疫情影响，抢头前来你降厝租。没有租出去是他们最害怕的嘛，所以与其空屋租不出去，倒不如降租把它租掉。我想先度过这一个比较疫情严重的一个严峻的一个时期。
强调房屋的市场本来就已经是厝伤济，如今阁受到疫情延后来开学，根本就是愈来愈困难。其中逢甲大学边仔降价降上济，但是当地厝主认为，大学生租厝大部分拢是对着学年，对7月或者是9月开始签1年的合约，休寒的期间找厝的人本来就较少，才会有厝主会来降价出租。整年度只有6、7、8、9是旺季，其他都淡季。如果说你不想空的话，你最好降一些。不然的话，你就要等上班族，可是上班族需求很少。到底疫情是不是影响学区租厝？阁爱观察，但若是全世界疫情继续在烧，造成袂少国外的学生无法度回来台湾读书，到时阵恐惊才是租厝真正的寒冬。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人规气踮伫厝内，无爱出门，也有一寡计程车运将嘛，唔敢去走车。根据桃园客运上新的统计资料，最近客运量成立达差不多3成，业者即马唔若较接防疫，嘛传讲有可能会减车帮。受到疫情的影响，桃园客运的司机出车进前先量体温，这帮要驶去检潭的车出发了后，月头过去看，几台车就干那一个乘客。驾驶都有跟我们回报说，目前乘客搭乘人数变少。好，那目前公司这已经有在反映处理了。民众惊病毒的心情，司机感受上深，虽望逐工拢共款拍卡上班，不过也是会烦恼收入，因为车帮减少，会跌得变少。因为桃园客运团讲，市区公车甲国道客运，至少人客减3成，向交通局提出希望车帮会当减少。这就是会比较久一点的，没办法，因为还是要回去啊。乘客嘛真无奈，就惊车帮变少了后，未来爱等真久才等得到公车。运输量的部分啊，我们也会适度的做时刻的一个调整，避免我们的一个整个社会资源的一个浪费。我们也会因应我们的这个疫情哦，会加强我们的相关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清洁消毒。桃园客运讲，目前会先调整时段，员工正常休困，鼓励放年假。桃园市政府交通局嘛讲，即马也搁咧休寒，客运的车帮本来就较少，希望等到开学过了后，再来甲业者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关心，这是规世界气候愈来愈烧热，像讲南极的温度就增加20度7.5，已经破60年来冠温纪录。还是复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发。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安排。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日。天气向强反寒，伫咧外国一寡所在拢落雪，真侪人爱厝边。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个厝，厝做动词就是骨的意思。像讲寒天，真侪人爱去外国厝边的厝。另外，这个厝嘛会当讲是车的意思，像讲厝就是有行起。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咱看到头一个就是厝边，这个意思就是溜冰。那第二个词厝势，这是一个现代词。不离个真侪人即嘛拢直接讲厝势，古早就会当讲是一个倾向，一款势，一款的办势，一款款势。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较早厝边厝势拢较时行双脚车厝双机，那这几年新的倾向是较时行双脚厝一机，变做一个新的趋势。今仔日小解这一个厝提供予大家参考。
继续要来关心全世界气候愈来愈烧热。即马还有一个严重的警告消息，这就是南极洲大陆的气温，这几年来一直创冠军。这个月新历初九测到有史以来头一届，南极的温度超过-20度，嘛，互一寡科学家头壳摸咧烧足烦恼讲地球开火怎准驶过去？ 照讲，南极大陆即摆应该是乌寒极冻的季节，不过煞来出现这落日头赤影影、冰雪拢扬起的景象。 Since the end of December, we've seen that no snow has fallen in the entire King George Island sector. 科学家伫新历2月初9测到当地气温是20.75度的高温，安尼嘛创下南极洲从1961年开始有记录以来60年来上悬的温度，嘛确确是南极洲的气温第一遍来突破20度。 Snow, ice, and penguins. Some of the Antarctic's most iconic images, all fading from the landscape. 其实早前伫1982年的1月，科学家佫捌伫南极洲的色极尼岛，又去量到19度8的高温。不过想不到冷40年，温室气体一直咧升悬，即马南极的气温佫比苏当时加悬约1度，即嘛代表讲地球的气候伊的反常程度是真大。 In this part of the Antarctic, where it's warming more dramatically than anywhere else. 摄氏气温20度7，创下南极上高温的新纪录。目前还佫伫等待世界气象组织的这个认证。即马这个科学数据佫放在咱的目睭前，南极洲半岛甲伊附近的岛屿，平均测的温度嘛已经比工业革命进前的年代加悬出3度出来。温度一直咧压悬，煞来成做必然的趋势。安尼对地球甲人类的影响是真正大，这就需要咱人类更较注心来甲关怀甲拍拼。记者综合报道。 休困一个广告了后，继续要带大家关心天气一个反寒，真侪人爱食火锅、手路菜，特别来食桃园这间酸山东白鸭真肉骨。台式复活。 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 喜欢的话就应该告白啊！所以你遇到喜欢的男生都会主动表白。如果对方很迟钝的话，迟钝。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桃园这间酸山东白鸭真肉锅专卖店。酸山东白鸭吃起来脆脆，佮真香，加3层肉，放入去汤头小炖一下，就会当吃到软溜的肉质，也佮有汤头的甘甜。哎，小心哦！锅子来的话，先把海鲜跟肉片丢下去。3层酸菜汤一个芳酱倒，这个淡薄的酸芳开对白烟安尼穿起来，片着真赞。甲看内底拢是这个利口芳脆的酸白菜，经过发酵了后，又是这黏啊脆，来倒搭这个肉糜啊酸开，安尼互汤头愈啉是愈青甜。佮有这个加油花带皮的3层肉。 伫个烧汤内底安尼甲炖2下啊，过来整做这个迷人的色水，肉去吸收着汤头的青甜，安尼食着袂伤油嘛袂差丝。味道很香醇啊，然后吃起来会觉得很香，有一种淡淡的香味。
青笑的蛤蟆、小羹仔、鱼片，才会好料冰头照顺时甲下落去，酸白汤来斗打这个海味，安尼嘛加一个青甜的滋味。一刀甲切落去，汤仔去听到这个敲敲切切的声音，破开了后，这个菜价是遮尼啊高调。原来伊的菜叶啊嘛生甲真杂精。头家娘伊拣的毋是台湾，也是这个山东的东北啊来生，伊是专门用迄款韩国的大东北啊。它比较甜。台湾的白菜的话，它水汽太大，但它腌出的菜的话不好吃。甲落一盐盐一盐菜价，一盐啊一盐安尼甲摊起哩，毋免阁掺其他遐有诶无诶，干那用盐，就会当互东北菜安尼自然发芽。这个做法看着敢若真简单，毋过伫咧生诶过程有真侪美角爱张持。头家娘阁看看甲查某囝稳稳啊交定，因为要甲这个家团的功夫慢慢啊甲交互查某囝的手头。不要太咸了，太咸就变成咸菜了，要恰到好处，像仙女撒花那样子。若想要生诶入味，搁爱用石头夹底，爱互内底东北啊菜价甲这个空气来甲隔断，爱耐心来甲等待35天，安尼发芽出来，这个菜色就有自然的芳气，才通芳上岛。不想去挤压它，因为叫那个白菜没有喘息的空间，它这样酸白菜就是在那个秘密空间这样去发酵的话，到时候那酸白菜产生那种就是说籽啊，就是要乳酸的话，很好吃。会当有这一位一位好滋味的酸菜糕，伊创作的灵魂人物就是顾喜义。伊从20多年前对大陆的东北大连过来咱台湾，嘛甲乡里的好滋味过咸水甲传来台湾。想念妈妈以前做那个酸白菜蒸饺啦、酸白菜面疙瘩啦和酸白菜火锅，又想起妈妈小时候教我们怎么腌酸白菜，就是点点滴滴的非常想念，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自己搁台湾腌这个酸白菜，把妈妈的味道拿到台湾的桌面上。伊用心来制作这个三珍肉酸菜汤，唔但互人客真少年，嘛互因母仔囝的人生，亲像这个酸菜火锅同款，是安尼自然，阁会回甘，豆豆啊来烘出这个幸福的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台视复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发。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发，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喜欢的话就应该告白啊！所以你遇到喜欢的男生都会主动表白。如果对方很迟钝的话，迟钝？好浪漫哦！他们2个人，秋天我也想环岛。我睡觉的时候没看到的。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老人做代志，旁是一个灯碗，咱相唱舞是一条生命。只要恁做三陪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四月望雨》。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哪会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
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你没有亲过嘴，对不对？我就好像是吃了一颗草莓，整个都好甜，好甜。我看吼，这个做主跳跳顶起，那介绍是冰了几廿倍。你要当当机，李雅婷可以帮你；你要谈恋爱，李雅婷可以帮你。你只要有他就好啦，根本就不需要我啊。每周六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一起唱，奖金一起抢。直播互动零时差，周周准备40万奖金送给你，快下载17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喜欢的话就应该告白啊。所以你遇到喜欢的男生都会主动表白。如果对方很迟钝的话。迟钝？好浪漫哦，他们2个人，秋天我也想环岛。我睡觉的时候也想飘着。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人做代志，旁是一个动画，咱相唱无是一条生命。只要你做3步1天，这句话一定爱记。谁啊？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4月望雨。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那什么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你没有亲过嘴，对不对？我就好像是吃了一颗草莓，整个都好甜，好甜。我看吼，这个做主跳跳顶起，那介绍是冰了几廿倍。你要当当机，李雅婷可以帮你；你要谈恋爱，李雅婷可以帮你。你只要有他就好啦，根本就不需要我啊。每周六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一起唱，奖金一起抢。直播互动零时差，周周准备40万奖金送给你，快下载17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
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欣赏，这是巴西民众替家己饲的宝贝动物西装打扮，准备小招要去参加闹热的嘉年华会。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